喺黑膠進化到去用 CD， 當其時咧電腦就開始越嚟越成熟，所以咧又再出現咗好多 DJ 開始去接觸用電腦呢個平台，透過可能係用 MP3 啊、Wave 啊、AI 啊呢啲嘅檔案咧就播放，就方便咗我哋咧好多。點解呢？因為我哋唔需要再帶大量嘅黑膠碟同埋 CD 簿，只係帶個電腦。當其時其實咧都仲未尚算穩定，所以好多 DJ 咧都仍然係會帶 CD 簿，佢哋會一齊返工㗎。想知更多，繼續追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 啊！